自從分開之後，麥兜一直冇校過鬧鐘，因為佢發現自己每朝都準時起身，唔係因為習慣，係因為每朝7點都會聽到麥麥嗰句麥兜起身啦。問題係屋企得返佢一個，電話冇響，鬧鐘冇響，呢個聲音好似從來冇消失過咁，準時7點出現，令佢清醒過嚟。開始嗰陣時，佢以為自己幻聽，但係一日復一日，呢種叫醒服務依然繼續，準確無誤，連週末都唔例外。有一日，佢終於忍唔住拎起電話想揾麥麥，但佢停咗，因為佢明白麥麥唔會再同佢講叫佢起身。於是佢深呼吸，然後對住空氣講：我起身啦。然後佢就校咗鬧鐘啦，將個鬧鐘設定為7點01分。某啲回憶或者習慣仍然深深留低咗，甚至影響住佢生活。麥兜每朝好似聽到麥麥叫佢起身，代表麥麥曾經存在，已經成為佢生活嘅一部分。就算分開咗，呢種影響仍然無法抹走。到最後，麥兜選擇自己校鬧鐘，代表佢接受現實，唔會依賴過去，學習自己起身，學習自己進步，迎接新嘅生活。